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8。约翰一书3章9節安尼講：對上帝生的，袂繼續犯罪，因為上帝活命佇因內面，因袂繼續犯罪，因為因是對上帝生的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對你來生，就袂繼續犯罪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滿有恩典甲真理的上帝，你的作為何等奇妙，你的大名何等信實，主啊，願感謝你用無比的疼來疼阮，無論佇關山也是峽谷，你的手攏袂捌離開阮，主啊，你用你的慈愛慰慰阮，互阮通經歷你同在的美妙，阮要感謝你無煞，主啊，你透過聖神常常提醒阮，佇每一個試探來臨的時，就堅定的心來踮佇你的內面，靠着主來得勝。主啊，當阮想要偏離的時，求你去掉阮；當阮軟弱的時，求你剛強阮，互阮對你來生，閣互你的活命佇阮內面，阮就無閣繼續犯罪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